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大家所睇比数，系到新北市金山嘅凤冈渔港。佢喺金山起渔会，除咗上门嘅富基渔港以外，另外一只新泰嘅重要嘅渔港哦。現在3月台灣呢，係讓漁民出海去做種烏後啦、拆種碼頭等等嘅季節哈。但是你看到以下港地邊呢，船呢停到黏黏，乜解原因咯？主要係差唔多2年前，一歲很多特上台北嘅貨輪呢，到金山外海差唔多250公尺地方呢，掉到俄羅斯，保面沙船呢斷咗2節，基本所載運使用嘅種油呢，沙流出來污染嘅規片嘅海洋，使得金山起漁會漁場呢受到動態嘅影響。事件過去以後呢，種金山起漁會要委託國立海洋大學來做出漁業嘅損失，大體係1年1億7千萬。這種金山起漁會啊，那種船公司提出賠償，但是船公司是想要賠2千萬天天，雙方對一種損失賠償金額偵查狀態，一下協商2年期間馬上就會到位哈。故所等下行業漁港地位度，堂漁民嘅心上係乜解？另外今年4月份馬上行政院來成立咗2期嘅付費單位按到海洋委員會，一隻按呢呢在本未來嘅海洋委員會到海洋管理和個政策諮詢當中呢提出咗乜嘢建議，想底下除咗談5年線上以外，一談專家學者佢哋意見係乜解，請來關心。好，以下節目講頭嚟到金山起漁會鳳岡漁港嘅面頭前啦，哈。金山起漁會主要係金山上門兩個地方，哈。嗱兩個地方客家鄉親講到上門係來自福建嘅田珠，金山係來自福建嘅漳州南遷，哈。故所咧會有遷到客家漁民咯。唔過其他客家重點發展企業度誒桃園嘅新屋嘅用人漁港，尤其是無響樣，所以講嚟到嘅客家式漁民呢，好老快唔曉講客嘅，哈。故所呢，今日係呢都嚟會嚟討論，無論佢哋係唔係曉講客話，都係關心地方嘅共享議題啊！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嘅副處長劉瑞祥，劉副處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再來歡迎收嘅聽來賓係農漁會漁業署漁政組嘅組長施俊義施副組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還有各位學校的同學們大家好。好。第三位來賓係海洋大學海洋事務並資源管理研究所嘅許文彥許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再來係 TCV 來賓係蔡 T 嘅立委黃國昌黃委員，你好。主持人、各位金山區的朋友還有同學們，大家好。好。2016年3月10號，一艘台灣籍的德祥台北貨輪，它從基隆往台中去，結果它剛出來沒多久，就在這個石門外海這邊呢就擱淺了啊。那大概就在這個台二線29.5公里這個地方，但是它離岸距離呢大概就250公尺，所以它距離海邊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它造成的沿岸污染大概有2公里左右，所以我們整個金山區漁會的漁場都受到了影響。那這2年快要過去了，當地漁民因為這樣的事件受到什麼樣的生活影響呢？先跟着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一下。2016年3月初時，德祥台北輪到上門出海了後，卡到礁上，是為見了太軍用持續緊打造型船的別分緊來緊退，甚至天氣唔好，影響後續的處理，卡到15米了後，船斷做2節。船方嘅燃油、超油、污油、幾千噸的重油流出來，對台二線29.5公里到28公里嘅外海，曾經浪打上岸船差唔多14公里嘅海岸線，如普陀海面上流經帶未禁止重油減配，海石化、海菜列的走率3唔空來，將海洋太空嘅調查污染基地度細型的5社會太咗44%。這條船因為畢竟剛好一波一波的東北季風過來。那為了在人員安全，還有因為它很靠近岸，很多大船都死。
系统会同海船的油流起来，希望降低对生态的影响。但是实际操作实当难，你这油规夹头石头就系海菜风。很黏吗？很黏啊，看。啊，你们清起来是很费力啊。当然啦，它要拔起来的时候很重啊。整个都粘在石头上面了。对啊，全部。酷球系5年落实了5年，引致海水受到污染，生态受到影响。头就5业处委托海上太学做了评估报告当中，估算5业损失太上日7000万，遭到已经投入805年底送去德尚公司。但是德尚公司在减的跨1年，一直到去年10月12日的时，将同金山5费开300个球场费议，即每头12年利息提出讲是赔1400万。对达到全某日节的赔偿，金山5费十分不满，这位德尚公司推表同意加300万，每加拿1700万元。金山5费还係無法度接受，300萬加5年到今年2月初，此時同德尚公司門口抗議。2年加咧，我要講同偌久？我們還是會盡全力，不好意思。204年3月初9，順球場對手期限做到嚟，5年半晚對德尚台北輪考爬到兩注了後，5年出海做唔到5年錯唔到錢，還拿唔到損失的賠償，生態受到影響。好，即便2年的时间快要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事发当下的这些污染的画面，还是令人触目惊心。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环保署这边，就是说，事发至今，我们有对这个片海洋的这些污染啊，甚至是水质啊，进行什么样的检测或持续的追踪吗？那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事实上，我们在我们这个金山这个边岛是属于我们台湾的北海岸，按照我们的水体分类水质标准是属于乙类的海域。那我们最近这2年的监测的这个油污染事件发生完了之后，那后续恢复到常态之后，水质状况是符合正常的状态。符合正常，可是渔民都说抓不到鱼呢，抓到鱼都臭油的味道哎，所以这个跟水质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么明显吗？还是说其实这样的水质，也许抓起来的鱼还有臭油，但是已经是恢复标准了？应该这样讲。海洋生态的问题事实上是息息相关、错综复杂的。你可能水质好了，但是它的生物已经离开这里了，也可能生物的它已经有不同的程度的影响。那我们因为是做水体水质的监测，对所以水质监测来说，它现在来说，现在金山区的渔获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好，那除了水体水质之外，恐怕还有更大的自然环境生态相关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关心。那有告诉嘞，你们看那件事情除了长期的对中以外，还有那个事情呢应该注意的。那从生态链来看呢，因为任何的这个油污染也还有毒性嘛，所以它对微生物、对水鸟、对海豹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海洋生物都会造成影响。那这个毒性会是累积的。那所以对这个人体的健康也是影响非常大，尤其像我印象里头，在阿马斯号发生的时候，我到现场去，那个油污染的味道非常不好。石门这个陈锡伦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会让人家晕眩呕吐非常不舒服的。其实它在挥发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营养不损失有一个渔具渔网了这个渔船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当时呢最早的时候呢，在第一个时间你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放了什么燃油锁，就是把这个石门这个渔港封锁希望这个油污染把这个浮油拦起来所以这个渔业的损失其实是大家最关心，渔体会损失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油膜也会让我们这个鱼的这个呼吸器官受到损害，所以渔业的损失是大家最关心的。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估计呢，这个渔业补偿就是看你的对象是针对鱼类还是对整个生态系，这个统计的方法是不一样但是呢，过去的这个海洋生态功能的这种统计呢，其实大家是比较不太重视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要更加的重视这种调查研究。好，在地乡亲更关心的是，我出海都抓不到鱼，或者说我抓到鱼都臭臭的，送到批发市场去都没有人要买，我降价求售也卖不出去，怎么办？好，那现场乡亲先告诉我们。好，我先看这位大哥。有当季节的鱼针对那个乌鱼来讲它的渔获量就相对就差了很多。
它那个污染那个严重性，对，污染会一直持续，所以年底的乌鱼季就受到很大影响。对啊，这是最明显的。还有那个近岸的那个石斑鱼啊，石斑鱼类哈，所以渔获量真的差很多了，而且在市场上有很多的那个风声啊，媒体那么多在报道哦，渔获量的价格，那当时我们金山区渔会的这些渔获的价格哈，真的是差了很多了。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的渔业的收入变成事发之前的几分之几？到它3份来讲的话，就只剩下1份。只剩下1/3就对了。对。好，谢谢这位大哥。我看看，好像还有这边这位大哥嘿。那本来天气还不热的时候，多少少要够鱼啊。但是天气愈热，伊可能个内底有迄落要够油，但是水啦烧，伊有气，鱼也唔敢挖来。外海还是很多鱼，就是不敢靠近来。现在目前外海也是很多鱼，但是就怕这个天气一热的话，他们都不敢进来。往年的时候是天气越热，我们鱼抓的越多，那现在不一样了。那你们会试着把船开到比较远一点的外海去抓鱼吗？因为我们那个船如果开太外面的话是捕不到鱼，因为我们那个船啊一定要靠岸才能抓到鱼。所以等于说，对，我们的捕法跟他们一般捕法都不一样，所以才会剩下4艘船而已啊。本灰啊的鱼就是会在比较靠岸的地方，所以就是变成说，就算开出去也那太深的话，我们的鱼就没办法抓。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这位大哥是不是？我们就是依靠着那个蹦火渔船在做观光的对，新北市有很多宣传是说可以来看这种特殊的这种焚祭网的这种抓鱼的方式。是的，那就是因为在这油污事件这2年，他们的渔获量减少的非常多。那我们带的游客其实在大海上是乌漆嘛黑的，根本就看不到，大海上看不到任何东西。那唯一可以看到就是新北市这个列为文化资产的这个蹦火，就是在捕鱼那一刹那的那个火光。那完全都没有清零鱼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带着观光客在海上这样子跟着他们走，可以说一整夜看不到唯一一次的捕鱼的点亮的那个火光。那应该收到很多客诉吧？当场有客人就在船上直接跟我们导览老师讲说，这个好像被骗了。小鱼没有了，那吃小鱼的中型鱼也没有了，中型鱼没有了，大型的鱼它就游走了嘛，所以等于说这样的影响可能不是只有本灰啊的渔船抓不到本灰啊这清零鱼，也不是说在观光客去看本灰啊这种特殊渔法的这个游艇业者他做不到生意而已啊，事实上它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施俊义施组长，就是说渔民的这些灾损或者说相关这些损失，那我们渔政单位这将近2年来有什么样的一种救济也好，或补偿也好，或者说是辅导转业等等之类，有些什么行政措施跟我们说明一下？那有关刚刚提到这个我们这个污染这个生态损失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也在105年我们完成这一些调查还有评估那我们也在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邀集环保署还有航港局，我们也组成一个求偿小组那我们针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调查报告我们提出一个论述，那并且我们在去年11月我们针对这些损失，包括生态损失3.1亿还有我们的要复议所需要经费大概1.1亿我们也这样向法院提出这个诉讼不过因为你要诉讼取得这些相关经费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我们为了要尽快让我们金山地区的这个资源能够尽快来恢复并且那个恢复原来的这个基础生产力所以我们也从106年开始我们动员我们的公务预算我们也在我们这个石门地区我们进行疫苗放流等等的这些复议工作那我们也希望让我们这个金山地区的这些资源它能够尽快恢复让我们的渔民都能够满载而归谢谢。石门金山这个金山区渔会的渔场呢，它不是只有这一次得享台北单一事件呢。从2008年的
巴拿马晨曦号到现在，整个金山区渔会渔民可说是苦不堪言，都在记得省费有几辛苦，做嘛记得像买笋呢，人人都那边来先听听新闻记者刚才有去了解一下。当年23年喺金山厦门区5年推出海口流万载嘅季节，但是今年去到295口，推出海口未冇看到5米起流，所以真正得上台北轮流入了後，群海做唔到5，唔但只流唔到萬載，嗰個人質5群上開始受到重入污染嘅機會。5年我對本來20海里，就係50海里安全嘅位數去流5。加出來油料費根本都算唔符，有到上頭價貴起冇出海，本年前唔估唔咩收入減少，只係冇投入，艱難時代去做斷供。在漏油之前，像104年的时候，我们的清零渔期抓的渔获量都很正常，就是船员一个人都有20-30万，就是5个月。像这2年来都赚不到10万块，5个月。就是差很多，那随便抓就有的没关系，没想到这2年都没有了。最近王牌同馬家魚跳下險嘅相片，2016年在上台北輪流遊戰前，5年之輩出海是流到幾蝦妹200件嘅太興魚，但是流入了後105年嘅今年，敢那做到體重60到70件嘅中型魚，跳然敢那做到2每年，已經有5年開始通常買配來賣現金。你看我们最近那个一些大船、小船都要卖啊，一般的没有鱼可以抓。生活再看啊，要是帮人家，还是去外面看找工作啊，不然没有办法生存啊。台灣海雜海石化海材料的造累來落實嘅5年，非常當其時人質流電帶污染，都算前批入污了後，遭到造累看起來冇問題。但是上百油煤没影響到民眾的信心。假如有生來講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拿出去賣啊！賣人家出了油的時候就，假如有出到油味也是怎樣，人家就會申訴啊。家下屬5年處委託嘅海狀太空教授陳浩然講，重入污染太陽3年會慢慢潛落海底，到下半嘅落貝率會體熱嘅受到影響，流電帶生物無法度生存，未會上氣配嘅5場침蝕，所以5年的2年都難到全案流到5。有這樣的特性，比如說他搬到一個新的地方，他搬到新的地方，那個地方我剛剛講了，他可以在那邊可以生活得很好，又有吃，然後環境又 OK，所以他就不見得要回到這個地方原本的地方來。要回復到原本地方的魚的話，可能要更長的時間。控制估算受到污染嘅氣味生態，減怕要3年以上將勢恢復，但是要強化做到安度嘅減怕持續更較長嘅時間，恢復期要按久5年嘅身份，每年要關心咯。我這邊是金山漁會給我一個粗略統計數字，是說，在104年事情發生之前呢，就是說本會船的就是當年度可以抓到820多公噸左右的這些清零魚，到了事件發生之後呢，只剩下170噸左右，所以看得出來是的確是少掉了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們再看說，剛剛邱教授告訴我們，其實這個損失，或像漁業署這邊講說，它的損失不是只有單一漁損那麼多。那麼這樣簡單算了，還有其他很多計算方法，但是我們就看一個最簡單的，就是漁業損失來看好了。漁業損失賠償金呢，雙方差距很大。金山區漁會委託基隆的海洋科技大學的海洋大學的這個歐慶賢歐教授，他算出來1年的漁業損失是1億7千萬，不是說 total， 不是說只全部，是1年的漁業損失就有1億7千萬。那德強公司呢，他找了高雄的高雄海科大來做這個調查，他說呢，大概他也有所本，所以他在這個去年的12月20號說要賠1400萬，當然鄉親覺得說這連打1折都不到。後來呢，我們看到是在今年的2月9號呢，由農委會的副主委陳吉仲陳副主委召開這個協商平台，在那一場這個協商平台的協商會議上面呢，德強公司說好，那我願意來賠2000萬。好，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金山區漁會這邊的這些長官就告訴我們說，這2年多來，你們持續跟德強公司溝通，那目前最新的狀況跟態度是怎麼樣？可以跟我們先說明一下嗎？好，這一位我看。
我们3月5号的时候，我们还有再继续跟德祥来进行协商。是。好，那当时德祥他们是派他们的副总，好，那副总他提出的就是说，公司他们愿意再多500万，2500万。对，那他也有说，如果这个金额渔民不能接受的话，那就法院见。渔会这边哈也有进行，就是说请渔民来授权。好，那由渔会来做一个提告的这些动作。那我们也准备在3月9号当天啊，我们会到那个法院啊去做一个提告的一个动作。好，我看还有这位简大哥是不是？05年3月10号扣上来啊，最严重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咱北海岸潮汕带东西嘛有鳖啊，嘛有加水啊，交到咱这的，像那个加水啊。一台斤呢，一台斤1200块呢。哦。鳖啊，一台斤400块。啊，石花菜呢，白带一斤700-800块。所以，到即嘛1-2年来，内底拢无法。拄啊，这个处长讲什么？遐无危险，要拢交骗人的啦。已经2年啊，即嘛遐拢无半项啦。哦。本来一个月吼，有2个大槽吼，大流水会大嘛，会大阮渔民来用吼。弄会落啊，兔皮啊，满紫菜，满石花啊，掠加水啊，即摆拢无啊。一个月有14天的这大潮，即摆落拢无半项，所以这损失哦，无法度计算的。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德祥海运这边，当然我们今天也有邀请他们能够来到现场做说明，但是他们婉拒了啊，就是说目前他们可能要往这个诉讼方向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在2月5号。这个渔民去到他们德祥公司门口抗议的时候呢，他有提出一个声明，就是说，金山区渔会至今没有提出渔民受污染损害之证明，渔民受污染损害的证明还没有拿出来，你如何证明你抓不到鱼和我这个漏油有直接相关，因果关系如何来进行这个辩证或者说进行证明？再来是2月9号，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农委会陈吉仲陈副主委有召开一个协商平台。那当时候德祥海运也发了一个文字的声明，就是说，金山渔会计算的基准呢，跟他们所委请的这高雄海科大计算基准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同时说，渔会实质上并没有取得渔业权的执照，并没有这个地区的专用渔业权，所以呢，他们也没有符合法令的规定。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国昌委员，就是说，没有渔业权执照。好像这些人都是非法捕鱼，所以你今天这些都不能来跟我求偿，是这样子吗？在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第33条规范得很清楚，你对于海洋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你这个船的所有人就要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在从过去实际的案例当中，对于海洋污染，对于捕鱼的人，他们所造成的损失是现实的，是实际的损失。他去用渔业法里面所谓的专用渔业权，完全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因为专用渔业权，它讲的事情是在一定的海岸里面，你有没有排他性的权利，不让别人进来捕鱼，只有你可以捕。有没有专业渔业权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些渔民朋友，他们赖以为生，每天出海捕鱼的这个海域，因为你的油污，导致他们捕不到鱼，导致他们的生计受损。你本来就应该要负损害赔偿责任。大家所有的渔民朋友也都知道德祥台北怎么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觉得愤怒。他们想的是什么？他们想的是这些渔民朋友对于证明损害也好，证明因果关系也好，接下来在慢慢的诉讼程序当中，都会遭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对于他们而言，一天没有收入，每一天要怎么过日子，都是造成每一个家庭实际上面的冲击。所以你常常在很多诉讼当中，你会看到说，当小虾米对大金鱼的时候，大金鱼它怎么会去剥削小虾米？他们在知识上，在经济能力上面，在整个时间的耗损上面，相对于这个大金鱼比较没有耐受的能力。那因此，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常常就以非常低价的方式，想要迫使他们进行和解。譬如说，2016年当德祥台北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时间，我马上就意识到说，接下来的球场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个时候在立法院开了公听会，我们那个时候金山石门这边有很多渔民朋友去参加。我们做的最清楚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求政府要成立跨部会的球场平台，是赶快协助这些渔民朋友来球场。但是这个跨部会的球场平台成立了以后，我们整整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委托海洋大学的欧教授，他去进行专业的鉴定。专业的鉴定说，他们实际受损的渔损到底有多少钱？我看了欧教授的鉴定报告，我必须要讲哦，他所估出来的金额，事实上还是保守的金额，那只有1年呢，只有1年呢。你说这样子的油污的事件，对于海洋生态、对于渔获、对于渔民，它所会实际造成的冲击，从过去所有的案例当中都很清楚，绝对不只有1年而已。而面对渔民朋友如此卑微的要求，德翔台北作为一个全国第4大的航运公司，他们还是决定摆出一副你要不然就去告我，你奈我何。我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也没有办法想象说，这样子的公司，他们在面对他们基本的社会责任的时候，连一点最起码对渔民朋友的同理心都没有。好，那委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环保署的水保处处长好了，副处长，这个重油污染在这样一个海洋里面，它最起码要到多少年才会慢慢的恢复它比较好的水质？你刚刚虽然说这边是乙级的水质，现在也恢复到乙级，但是渔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鱼就是不来啊，有个臭臭的油味啊。那您这边所掌握到，可以告诉我们说，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有可能比较是改善的状况？其实每一个海洋的油污染事件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都是一个个案，每一个都是一个特殊案例。你是指不同的油吗？对，因为你的地理环境不同，然后你这边的水质、海水的水温也不同，你这边的生物形态也不同，所以你不可以其他地方的推估的时间来推估你就是这个样。那但是我刚刚特别要说明的就是，我们对水质，就是水，就是我们采那个水器来看水的样子，是已经恢复到常态。那譬如说表层的水跟比较深层的水，它也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吗？在这个检测上面，海水的部分事实上它是均值的，是均值的，它是均值的。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邱高书司讲，其实就是说要得汇水。因为是重油嘛，这边是礁石区、欧楼上嘛，所以说这些重油它会我们理论上讲它会往下坠嘛，它就有卡在礁石缝里面。其实董乃琴呐，它可能最后就是卡在礁石里面，不断的挥发，所以它可能在其他的沙岸地区也许比较容易处理，但是在礁石区，它可能面对恢复的期间，会很较长的，那影响的期间，所以绑到很较长，故说顺势就会变成很较胎，很样子吗？1989年美国发生这个阿拉斯加的邮轮事件啊，那么当时的生态学家就估计，当然他那个油污染的规模非常大了，他就当时估计呢，20年到25年才慢慢恢复啊。当然，这个整个生态系的它的恢复呢，其实是要看当时的环境背景啊。那比如说某一些的环境背景改变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啊。像2001年的阿马斯号在垦丁。是那么搁浅漏油。后来呢，这个大家也知道，这艘船呢，其实是带着铁矿啊。那我们后来也发现说，铁矿下去以后呢，到海水里面，结果藻类大发，藻类大发呢就会覆盖这个珊瑚礁嘛。所以一个环境这个状况改变了以后呢，它就产生另外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会恢复原状，其实它是恢复到另外一个平衡。但是这个平衡呢，会不会对原来的鱼类，有些鱼类就消失了，或者是它迁移到其他地区了但是有些的鱼类呢，它就可能会更多当然一般来讲，这个鱼类的这个敏感性的比较高当然有很多的一些生物呢，它比较像底栖的，它就没办法在这边待下去，所以就接近死亡所以一个油污染的事件呢，它所产生的冲击是非常大。所以刚刚那个我们的估计的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对，你看渔业的损失那就一部分而已整个生态系的损失可能到4-5亿所以那个整个这个环境的这个估计呢的统计呢，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平常没有做这个研究调查，我们其实这个估计呢就会有问题。渔政单位这边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来证明说，事实上渔民的损失超过1400万？可以从往年的常年记录上面，比如说这个海域的渔获啦，或出现的渔种啦，每年有从春初到冬季有多少不同的渔汛啊，会有不同的鱼类啊，这价值可以估算一下嘛？这部分可不可以协助到渔民？金山的这些渔船，它都有经过政府机关核发的渔业执照。那在都是合法的船，都合法的船啊，都有领有合法的渔业执照，那它都可以在这个海域作业哦，包括受污染的这个海域。可是因为今天你污染了，它没办法在那边作业，那这样到底造成多少损失？所以欧老师他就比照渔业署在92年所公告的一个渔业权补偿基准，它是参照，并不是说依照，是参照这个基准。那基准里面它有4项的一个那个金额那其中第3项就是指渔获净收益的一个损失，也就是说他没办法在这边作业，那到底损失了多少的这个金额那它的计算方式很简单，就是依照这个公司里面它今天污染海域是多大然后他又去看我们目前这个渔船它的 VDR 显示说，它平常这些那个渔船作业的海域是面积有多少那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比例出来说，假设我本来是100平方公尺，那现在只有10平方公尺，那就是只有1/10然后依照这个1/10，那他就以那个金山区渔会近5年来它的一个年平均产值的这些数字然后去乘以1/10那这个算出来就是乘以1/10算出来的对，就是来算它的。怪不得刚刚委员会讲说是很保守的一个估计方法了。对，所以它并不是说那个把所有那个过去金山区渔会渔民他那个每年的一个那个捕获量来作为求偿金额它是有一个依据就是我是以你那个污染的海域占它平常作业海域的一个比例来给它算出来。好，所以德祥公司面对于这个我们刚刚渔政单位讲的，就是说，透过海洋大学这个欧庆贤教授所做出来一个算是合情、合法、合理的1年1亿7千万的渔损，他觉得说这是已经是很保守的一个估计了。但为什么他只愿意赔1400万呢？看看过去的求偿赔偿案例是怎么样。看一下，2011年巴拿马瑞星轮在基隆大武仑外海触礁，船身断成2截，也是312.5公吨油料外泄。万里海岸被重油污染，赔了多少？300多万。好，2008年11月，也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一次的德祥台北，差不多同样一个地点的，也是发生这样一个巴拿马晨曦号搁浅，然后在石门外海大概200公尺处呢，那造成18王公庙以西沿岸3公里海岸受到污染，赔了多少钱呢？600多万。那再来看的是2001年1月份在垦丁的这个希腊阿马斯号，它后来这个搁浅，然后船身破裂，导致1700公吨的油料外泄，渔业损失1亿2千万之外呢，还有行政罚、林业损失、货船移除等等，加起来这个船公司所付出的代价呢，将近2亿多了哈。所以我知道现场有来到我们这个关心环境方面的专业律师，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求偿这么困难，而且这个看到这个有300多、600多，也有1亿2的，这样的计算基准到底是怎么算出来？还是真的说是 case by case 个案来论之？这为什么会这么困难？最主要就是刚才前面几位来宾所提到的，每一个个别渔民他的渔损到底要怎么被证明的问题。那这也是德祥台本他们现在就是老型仔仔了哈，我就不相信你这些渔民要怎么去证明你每一个渔民因为这个油污染没有办法出海作业的个别的渔损哈。首先是要渔业署帮忙了哈，就是渔业署这边如果针对这个渔况哈，或者是这个渔业的调查，依照渔业法46条
历年来都有做出一些调查的话，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有关于损害金额的事实证明。那这个调查报告如果可以历年来的这个调查报告，如果可以给渔会的话，那渔会在举证上面就会比较有利一点。那另外一个是在环保署哈，环保署针对这个海洋的水质的监测，因为他们一直有在做哈，海洋水质的监测的这个历年来的数据的这个变动，如果可以提交给渔会的律师方面的话，那渔会的律师针对因果关系的举证，好就会变得比较有力，好比较有力量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行政上的措施啦，哈，在海岸管理法的部分第20条其实有规定啊，哈，如果有发生像这种海洋污染，哈，其实可以调整航道，调整航道。那就是这当地的渔民一直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奇怪，怎么船老是跑来我们这边就搁浅，船老是跑来我们这边搁浅，莫名其妙。基隆港出去被塞中远呢，啊，结果怎么慢慢开，就开到岸边了，然后就搁浅下来了。他是不是要领保险金啊？就好像有一些工厂爆炸失火，大家这边领保险金呢？好，会有这乡民就是，大家渔民就会有一种心情出来嘛。是。好，你既然说这个航道你开出去就会来这边搁浅，那我调整你航道嘛。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行政措施。好，那谢谢律师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缺漏，也许是要补起来。但是两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渔业署跟这个环保署这边，常年的这个金山区渔会的这些渔获资料，有办法提供吗？那真的，我们过去在调查上是有所不足，所以那个在105年那时候，行政院开了那个会议里面就有一个决议，就是说请农委会针对目前我们有统计出来，大概台湾有5个容易发生海难的这些热点我们要去做经常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调查。那作为说，万一发生海难以后那你怎么去求偿我就可以拿说我以前的背景资料是什么然后今天发生海难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两个去互相比对，那这样就具有相当高的一个说服力这个是我们目前有在全力在做的执行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就是针对渔民的损失怎么来举证的问题那这个就牵涉到说我们那个在最近我们也在执行，就是说渔民进来他必须要填写谢渔声明书。也就是说，今天精准的掌握每一艘船的渔获量，你每条船你进来你变成谢渔声明书里面，你要写说我今天抓到什么鱼数量多少那我是在什么海域作业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基础资料完全建立起来以后如果说发生有海难污染的一个事件，那这些事件的位置在污染位置在哪里？那我们可以从资料库里面来查出说好，那过去哪一个人我曾经在哪一地方作业那时候我的收益是多少？那这个我就可以依照这个谢渔声明书的资料，我来继续来求偿。刚刚这个律师也讲，其实我们整个海洋的管理跟海洋政策有很多的缺漏，马上等新一份行政院是成立让伊去被普飞而到海洋委员会，到大家海洋委员会去成立以后，对台湾来讲4片都会海嘅只岛国，其实都海洋治理、韩国海洋嘅管理有产生那有影响，韩国呢件事情做得大部分只海洋委员会用把型嘅借鉴1961年，民国50年，一直到105年的这个德祥台北货轮搁浅，前后55年的期间，有9次重大的搁浅漏油事件，也就是说，每6年就会产生1次这样一个重大漏油搁浅事件。那其中呢，我们刚刚讲到，好，德祥台北轮呢是在新北的石门这个地区，2008年的巴拿马晨曦号也是在新北石门这个地区。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国昌委员，是不是从这些大型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在海洋管理跟政策上面一些缺漏，应该马上来补足的？刚主持人所提到，不管是航道的管理，那或者是说船舶在运行的时候，它应该要注意的事项，这个都不牵涉到法规的修正，也就是说，主管机关它去执行既有的法令，只要执行得好。所以航港局只要把这个既有法令、航道这个管理做好，因为本来就有授权交通部的航港局，他们可以去做这些规划，可以去做这些处理。
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事情是现在的法令本来就不够，或者是即使成立海洋会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譬如说，在海洋污染防治法里面，对于这一种造成海洋污染的人，他所应该要负的责任，以及相关的行政管制作为，事实上目前的规范可以说是缺漏的地方非常的多。今天我们大家最关心，然后讨论也最集中的，当然是我们现在渔民朋友所面临迫在眉梢求偿的问题。但是不要忘了，德翔台北它对于整个海洋生态所造成的伤害，那个是要透过生态富裕的方式才能够恢复它本来的样貌，而这个都是由国家编预算用人民的纳税钱去做的。但是这一笔钱，你应该要向加害人做这个不法行为的加害人德翔台北去求偿。本来国家可以不用支出这笔费用，对，没有错。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才有这样一笔的费用支出。那现在我们就公部门就有关于生态富裕的部分，大概估计起来是4亿多，结果4亿多，我们目前政府就这4亿多的生态损失拿到的金额是0，半毛钱都没拿到。环保署所支出的费用，我们上一次开跨平台的会议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环保署所支出的费用还没有全部拿回来，他们是透过跟德翔和解的方式，只把一部分的钱给要回来，其他部分的金额还是全体纳税人买单。所以德翔说他花了6亿多，还包括行政费用、什么污染移除费用里面，事实上环保署只是拿回一部分回来而已，还不是全部。对，那现在就变成了是说，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从过去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到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果要汲取教训的话，除了行政部门这一边的整合应该要更有效率，速度能够更快、更有作为之外，我们在法规上面应该要给行政部门的授权也必须要完备。目前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绝对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否则的话，我们下一次如果不幸，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万一下一次不幸再发生相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求偿的困难都会再度发生。好，事实上，针对于这个生态损失、海洋损耗这个部分，其实也有委托基隆的海洋大学进行这个研究评估了啊。那目前看到是郑学渊教授做出来评估是4亿6979万元，所以等于说，不管是渔业损失也好，或者说生态这个海洋的耗损的损失也好，事实上都已经有做出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出来啊。但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金山石门地区乡亲，你们看到这个9大55年间9大的这个漏油污染，有2件都发生在我们周边。你们心中作何感想？有没有什么要想法跟我们做分享的？好看这位大哥。2008年，巴拿马籍的晨曦号到现在，2年前的德翔台北，同一个地点，同样的发生这样的事件，那个污染的面积海域，从石门到金山，这么广大。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借由德翔台北这一次事件，来让所有的台湾，包括我们的渔民也好，我们的政府也好，能够重视，以这一点来作为一个改变台湾一个海洋政策的开始，我想没完没了。就像刚刚张律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听到所有的渔民一直在想，这些船公司是不是故意来光顾台湾的海岸？所以这里所衍生的问题是，他们到底领了多少保险金？你的意思是说，这些地方就是热点，而且同样的地点，差不多相同的位置，一再的发生搁浅的事件。是为什么没有做及早的预先的防范，会避开这个航道，而是又开到这边来？所以渔民啊，心里中都有这样的问号：是同样的地点好处理嘛？然后好领啊，好算钱。我说的不是跟渔民算钱，是他们跟保险公司算钱。
我们听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在讲，那个重油是慢慢下沉，然后水包油，油包水变成焦油球。啊，听说那个焦油球会有什么情况？就是开始它一定有味道。我可以尊重，也相信我们环保署的专业能力跟职责，但是这些鱼非常的敏感。这些鱼不靠岸，关键鱼拢靠北啊，拢掠无鱼。所以我这边再次强调，这一件国家必须完全的依照这一次事件作为一个准则，作为一个开始，我们会全民监督。王老师，各位大家好，我在金山高中教书20年，那我常常觉得，海洋离我们北海岸的青少年很近又很远。很近是因为，北海岸的青少年大概从小到大都会有海洋接触海滩的经验，或者是在海滩上有活动。但是很远是像德翔号污染这样的事件，这些大的事件伤害海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是关在学校里面，得到的资讯非常少。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带了很多同学一起来关心跟他们家乡环境有关的这个议题。海洋教育本来是要让青少年亲近海洋，可是我们却不断要告诉他受到污染，所以我们不能太靠近海洋，这是我觉得很讽刺的地方。谢谢。好，谢谢老师。那是不是从这位同学开始？这次那个有关于这德翔号的事件呢？还有跟之前那个晨曦号的事件，所以有很多观光客其实不敢来石门在吃渔产。虽然我们的渔产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就会显得其实，在观光这部分，还有一些餐饮的部分，也是就是会那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他们销售量对他们的销售量都会就下降很多。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像是我在那时候其实我是国3，然后有很多就是同学或是我的学长姐啊，他们有在那边打工，可是他们因为这样子年货这个销售量下降，然后可能被资遣了或是什么的，然后就反而过去帮忙捞油，那这样很奇怪啊。如果今天比喻来说，那如果今天有人来破坏你的家，让在你的家制造脏乱，然后还好，然后给你钱，然后叫你去清，然后就我们还很开心说，那你给我的这份工作，然后我们很高兴这样子。其实这样有点很奇怪啦。好，谢谢。好，那看这位。在我们平常同学其实有时候也是会到海边走走，或者说我们去做踏查，会做报告。那其实偶尔会从长辈或是师长们耳闻说，以前在那个海边，在潮间带有多少的小生物在那边。但是到了下一辈，物种越来越少，甚至说几乎看不到，潮间带没有所谓小螃蟹、螺贝可以看的时候，当他们再重新去做海岸踏查或是踏浪做报告的时候，看不到那些生物，在他面前的海景就只是如同一幅画一样，他没有任何生气。他对这个海洋，我会觉得他很难建立那种情愫，很难建立那种情感。那对于我们世代那种对海岸的那种情感，还有回忆，对小生命的那种传承，可能会造成断层，这样子。谢谢。好，谢谢。那这位同学。就是虽然我们身为学生，然后也是住这种北海岸这么那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不能每天就是那么亲近的大海洋。但是而且就是虽然大家都在说永续发展，但是说永续发展的是我们嘛，然后就是大人他们都会说一定要永续发展啊，然后但是就是间接破坏的也是大人。然后就会让我们就是他们就是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那我们这些后代就是他们也说要留给我们后代一个良好的空间，但是他们这样想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们造成那么多污染，那等我们要再来看这片大海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死光光，就是破坏殆尽了。那我们到底还要再看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就是需要去一个探讨的议题。好，谢谢。那国昌委员目前看得到的海洋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也好，或者是主管业务也好，比如分成2大部分嘛，您觉得除了你刚刚讲说对于行政部门这种行政这些求偿诉讼之外不够之外，还有哪些是您觉得未来可以要做补强的？那您可以提出你的政策上建议。当台湾的油污事件发生的时候，那真正该获得赔偿的人
真正该做的生态的富裕，那真正该负起责任的人没有办法在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体系当中获得一个完满的解决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开始进行检讨，推动相关的修法。刚主任其实秀那个数字哦，你如果去比较啊，所谓比较的是说，如果相同的事件，不要说发生在美国，就以我们邻近的日本来讲好了，发生在日本沿岸他们的油污事件，对于生态富裕赔偿的金额，对于日本渔民赔偿的金额，他们那个赔偿金额跟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数字比起来，我们现在讨论的数字那个是零钱啊，那根本就是只是人家的尾数啊。我倒不是说就是罚钱的部分，而是你把海洋污染了以后，你最重要，我们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富裕，尽量把它恢复到，不可能恢复原状，就是你从生态的观点，它可能成为一个生态新的平衡。但是那个生态新的平衡，我们希望对于海底的资源，对于我们的环境，对于我们的生态，是希望能够继续健康永续的，能够延续下去的。其实渔民朋友他们今天求偿的金额，我必须要老实说，已经很客气、很保守了。他只算1年，他的渔损里面可能会有的损失，都面临到这么大的障碍。那如果台湾的整个法规环境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简单问一个问题是：那以后谁会对于我们这个海洋资源会很小心、很谨慎的去看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真的要认真把这件事情做好，不管是在行政部门或是在立法部门，都应该要同时并进、双管齐下的。好，谢谢。那最后我想请教邱教授，其实在台湾最早针对海洋提出认为说要有一个专责管理机构，就是我们的邱文彦邱教授。邱教授当年联哈所提出了马上省立会用 VNV， 离你当年所认为的专责机构之间不完全不尽相同了哈。那你买建议吗？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主管机关，因为海洋事务呢是分散在不管是很多的部会嘛，包括交通部、内政部20几个单位，所以统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来呢，到立法院的时候呢，因为在第7届的时候呢，就决定了啊，因为当时要成立科技部，所以有立法委员就认为说我要成立科技部。所以把那个部的那个名额啊，就给了科技部，所以海洋部就没有这个啊，就这个机会，就变成海洋委员会。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数字嘛，没有科学调查数字。海洋的老师们很辛苦啊，因为过去呢很可怜啊，我们跟渔业署要点钱，跟以前的国科会、现在的科技部要点钱，都是计划型的，没钱以后就接续不下去了。所以我后来才主张说，我们应该有个叫做国家海洋研究院。所以才会叫做海洋4法，就是海洋委员会有个海巡署之外呢，还有个海洋保育署，另外一个国家海洋研究院，它要去做一个长期的调查，把不管是渔业资源、生态的资源，全部都在这边长期调查。这样子，我们资料库建立的时候呢，我们的渔民朋友，我们渔会要去球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出全貌。包括我们要去设离岸风电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料出来。这个离岸风电，我们也是大家也都知道嘛，像彰滨地区，其实都是乌鱼最多的地方啊。对，那么这个地方呢，将来的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在生态环境的冲击到底是什么？都需要一个详细的数字，而且是要长期的统计。但是呢，过去我们都不重视嘛，所以我们很期待呢，这个未来这个海洋委员会呢，急起直追。当然，立法院也要强力的支持了。我们也很希望黄委员能够多多支持啊。但是我们也更期待了，因为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啊，整合再整合啊。比如说 APEC 就是海洋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前是分为渔业保育署、渔业这个资源工作组，另外一个叫海洋保育署。现在他们已经变成叫海洋及渔业工作组。你看韩国，它就有一个主管机关叫做海洋水产部。加拿大叫做渔业海洋部，那像这个印尼、马来西亚叫做海洋事务及渔业部，海洋跟渔业结合起来才是这个永续的，而且才是一个周延的，而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捕捞的时候，也可能捕到其他的鲸豚啊，或者其他的生物、海龟啊等等，所以呢，它就应该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们很诚挚的邀请
这个渔业署将来要加入我们这个海洋委员会，将来成立海洋部啊，所以我们请大家来支持。好，除了邱高叔讲啊，除了渔业署要进来以外，还加成立一家海洋研究院。好，你看到那个污染事件对渔民、对生态的影响是长远的。台湾海岸多年养有叫海洋委员会，台湾邱高叔要提出一请宝贵意见，啊，想来到搭台呢。所有到台湾生反人，然后海岸群来生反人来思考的问题。感谢收看今日的村民台币，也请下礼拜持续锁定村民台币新闻台，感谢，谢谢。